咱们来看一则圣经，咱一个圣经在咱记伫旧约的民数记，旧约民数记，伫咱的旧约内底第4本吼，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过来民数记、民数记吼。咱有几啊段的圣经节啊，本来是真长吼，啊，我讲经内底几节，13章，民数记13章。第17节到20节，然后30节到31节，14章第1节到第10节。啊，咱顶回就讲过，因问咱咧读圣经的时是用华语吼，啊，可能咱会当较明白。讲的是咱尽量讲台语，但是咱若要读圣经，咱用华语吼。伫这所在我来读《民数记》第13章第17节开始。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图是肥美是瘠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手的时候。我们跳到第30节到31节。第30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时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再看第14章第1节到第10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领袖，离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认的儿子耶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2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以上，我们同心来祷告，三个来祈祷。主必听到巴别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伫周末的暗暝，阮阁有这个福气会当来敬拜你。阮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赏赐阮每一种谦卑、敬虔、顺服的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开阮的心门，赏赐阮有属灵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今仔日阮特别是阮的福音主日，阮毋望会当将这个福音带互拄啊未信，还是拄啊要信的人，互伊会当对上帝更较有认捌，有这个确信的咧，就要诚侪伊的帮助。求主你的神来带领阮永远的智慧，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大家平安。咱伫福气临门内底时，就是讲咱用福音主日的方式，咱用较。伫咱的现代生活中间，咱可能遇到这困难，所以以前捌问过这问题。你伫你的生活中间，你捌遇到资源不足无？你捌遇到讲你有破病有这疾病的这问题，还是讲你有真消极
你真退缩，你自我形象低落，你人际关系不好，人际的资源不足，被恶者捆绑，你有这个问题无？我相信在咱的生活中，加减减拢有问题。咱有用几啊这个无共款的主题伫遐讲，这就是要互咱带到伫圣经讲，上帝要伫你这个问题来帮助你。头一个，咱看你新资源时，咱已经2月20已经讲起啊吼。你若即马感觉这个题目未，你有这个困扰时，你会当上网站去看吼。咱以前拢有这个逐字稿伫咧，啊，人像是嘛有这个录影伫咧吼，咱会使看。咱有伫新资源，咱伫2月20的已经讲起啊。啊，咱伫点回伫新生迄个有关疾病的部分，咱伫4月3号讲起。咱每偶数页咱拢去讲的吼。今仔是6月，咱要讲的消极退缩的这问题吼，咱要用新态度来面对吼。第4页就是讲自我形象呢，咱是8页先来去讲到新形象、人际关系知识不足的是，咱新的人际关系伫10页会讲到，啊，最后一个伫12月4号会去讲到吼。这些拢要诚侪，咱有这个问题时，会这个帮助哦。今仔要问咱问题讲，影响到你的一个人的成功还是失败，上界重要关键的因素到底是甚么？是你的能力无够，还是讲你的态度？你的态度是真积极还是真消极？啊，你的态度是真正面还是这个负面的咧？咱拢知影一个真有名已经过身的这个刘霞，刘霞自细汉时就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所以表示讲伊所有的这个关节拢会痛，天气变来会痛，啊，若咧行路会痛，逐项都会痛。啊，安尼听因，但是咱若特别看到电视咧访问即个刘霞的时阵，伊拢真喜乐的咧。伊的肉体会痛，但是伊的心情非常的喜乐。伊用真正确、真正面的这种态度去面对伊身躯的这弱点的所在。无啊久，咱有一个澳洲来的澳大利亚来的一个尼克，伊拢无手无骹，啊，这骹敢若一个就细条安尼骹尔。咱真正看伊伫影片上看到伊，伊最真好的见证，生来就是安尼。但是伊用非常乐观的这种态度去面对着这个世界，所以最真好的见证，真侪人受到伊的感动。所以一个人的生命，伊的成功还是失败，你到底是感觉伊有能力，还是伊的态度好？真侪人有这个能力伫咧，但是伊无一定会当真去用真积极、真积极、真正面的态度去面对着伊所碰到的代志。所以你感觉到底是安怎？咱后礼拜的时阵，咱有请一个叫做牛角电影公司还是啥？哦，迄个导演叫做杨静。伊为什么叫牛角？你知无？因为伊的骹就生做牛角，伊的骹是安尼，不是4只哦，就是2只而已，就是这样。他2只脚哈，伊的骹拢是安尼，所以讲，伊刚来访问我，听了我讲哦，这脚的这特别哦，2只骹安尼尔，2只吼，所以讲伊种和牛角，伊是一个阿美族的一个，然后伊手的时阵是剩一支装他一个没在上有力，其他家拢无看去。这身体有残缺的性，但是伊活出的生命是完全无共款的。伊伫迄个所在，伊面对的伊生活，伊身体的这些残障，但是他不服输，所以伊伫遐最真好的见证。伊无本钱就开始咧拍电影，拍电影是要激励人的电影，所以到伫各教会里面去做见证，望人会当帮助伊。这拢是看见讲一个人伊的成功甲伊的失败，是伫你的态度，还是你有能力无？有人比伊这能力更较好，就这样。咱每一样拢比尼克更较有能力，因为咱的双手、咱的双脚拢是好的啊，所以咱连做比伊更较大的空格伫咧。但是我相信，咱感觉伊的性命才是一个最真好的见证。咱家己无，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态度，还是伊能力伫咧？要问讲，你的生活是对所发生的代志、事情来决定，还是对你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当代志发生伫咱的中间的时阵，你来看伊到底是好还是歹？有人出去外围是撞着车祸，一支骹断去，一个人会讲：啊，我哪会遮衰？今仔日出去无代无志安尼，一支骹去断去。
但是佫一人会讲安怎啊？今仔出去虽然登到车祸，但是感谢主，我佫有一支脚伫咧。所以你要用倒一个态度去面对这个代志，发生的代志会影响到你正面还是负面的时，是看你的态度安怎伫迄个所在来面对伊。假使那一个人伊的成功、伊的生活是用态度来决定的时，那我们问讲，你的态度佫是啥物来给你支持？你的态度是由什么来支撑你呢？咱拢知影每一人拢我们用态度，啊，逐个人拢用态度，啊，那为什么行出来是无共款的？原来是有一个物件在支持着你。这个物件到底是啥物物件？咱讲，说了这个问题，要问讲，真侪人的态度，因若拢无真正确的时，你感觉咱民主制度内底少数服从多数，敢有真理伫咧个？所以伫这在其实要咱提醒者，人的态度无毋对，态度会当影响到你的生活，影响到你的成功未成功。你若无真正确的真理来做你支撑着你的态度的时，你的态度一直坚持要安尼时，并无代表一定是好的。所以毋是讲咱大多数人感觉安怎就是一定是好，是讲伊会支持着伊的态度的真理对啊毋对，这才是较重要。咱今仔看这圣言在就是安尼吼。咱要对今仔的圣言中间来看，这个教导到底是甚物？要影响到你的生命的这种态度，应该是爱安怎才对？今仔咱看这圣言在是伫民数记第13章第17节到20节，迄个是摩西带这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到伫咱来看迄个地图的时，到西奈半岛。倒边则是这边是埃及，出埃及到底这个所在是西奈半岛。西奈半岛所在有西奈山，有一寡沙漠一个山，然后伊再往东北走时，会经过旷野，然后进到的迦南地，就是耶路撒冷那遮个所在。这所在这条路无远，你开用巴士安尼行过时，差不多7、8小时就到了。但是以色列人行了40年才走到。毋是讲足慢步行40年，是因为今仔日这项代志。咱今仔看这圣言在时，因伫遐受着因的态度不对，受着上帝的惩罚。因伫迄所在所表现出来，因互上帝伫遐罚伊40年，伫这个旷野所在。等现代20岁以上人拢过身了，即青年即20岁以下即人重新去根据40岁了后时，因即人才入去到迦南地。所以，伫遐写的就是这样代志。这样代志讲啥？当因到伫这个西奈半岛所在一个旷野，叫做巴兰旷野的时阵，上帝甲摩西讲：你派人入去迦南地，这迦南地就是我要赏赐你的所在。入去派人去看卖啊，看迄个所在生做啥款，看迄个所在到底这个百姓活了，百姓到底是安怎？等等这的时，所以摩西伫这所在一直交代讲叫。找这个因为12族的人，所以一族派一个领袖出来去看。第二个讲，你要看3项代志。头一项看见讲，迄个徛起的这个百姓是强还是弱？啊，有足多咧，还是少寡尔？第二要看因所徛起迄个所在到底是好还是无好？因所住的所在是用杂营迄种方式，还是已经起做城墙啊？是一个真坚固的城墙啊？毋是？要不要让我们圣言再看哈？民数记13章内底17节、18节啊，那19节讲，20节讲啦，佮看因迄个土地，他们的地图是肥沃还是瘠薄，就是真贫瘠，全石头了了安尼，水种作拢袂活起来安尼。上帝爱摩西要入去迄迦南地，伊要祝福上帝祝福伫以色列人的这个地到底如何？你用这个3个重点去看，头一个看迄个百姓如何，第二看呐因所徛起迄个所在如何，因所徛起的到底如何，第三看迄个土地如何，然后因就去看，咱咧后壁的记载已经有看见吼，然后咱看见讲因派12个出去，12个中间因为意见无共款。但是意见共款的部分是啥？伫这记载伫这所在13章25节到29节，32节到33节，遐因我针对这3项讲到3个因拢同意的。头一个因所徛起遐个百姓啊，拢就臃肿的，甚至有讲啊，好像巨人一样。
伫迄所在讲有六个大族吼，是亚纳人、亚玛利人啊，因住伫南边的所在，各有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伫山顶的所在，各有迦南人甲住伫海边的所在，甲约旦河边啊，所以拢这种六大族的人住伫迄个所在。因看第二项看见讲，因徛起的所在呢，哇，因拢毋是搁住伫即个帐篷内底，因已经炸得起伊的城出来。这城呢，佮又坚固又宽大，内底佮有10讲着安那，因比埃及的城早了7年建立起来。表示讲，即个人嘛真进步呢，因都要为埃及出来，所以因知影埃及的情形是安怎？伊甲讲，这所在所起的城比埃及会多一个城早7年就起好啊。所以这是第二因看见。第三因讲呐，伊下一个结论讲，迄个地到底是足肥沃还是足贫瘠？讲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因就提安呐，因就底下，因摩西叫因爱去搬遐个轨迹灯来看，因就一挂葡萄，2个人用扛得回来。你也当想象葡萄用扛得回来。我看牧师提这张簿啊，这张簿啊顶头写开写以色列哈，以色列哈。然后2个人啊呐，拍一个葡萄哈，那这葡萄迄个水果呢，去踢着款哈，那这么大块啊，但是这就是因罪无啊，这代表阮以色列的这个迦南地所在，这个地是上帝所祝福的。你看伊的果子大到安尼，阮着要2个人开了，才会当把迄个葡萄给开倒转来，表示讲迄个所在是肥沃，流奶与蜜，什么意思？奶就是畜牧业，蜜就是这样农业。所以耶路撒冷这个点吼，你若用耶路撒冷给画一个十字吼，按那个围落来行，左边是地中海，那右边呢是约旦河。你按那围一个十字架是印度来讲呢，左上角这个对象呢，因为有地中海的这种迄个地中海这种海风里边，然后够较挖北的所在，所以迄个是农田最密的地方。也要有一个平原，生产的很丰富的这种，所以迄个就是蜜，就是流蜜的地方，也农业非常的发达。然后看右下方这边来时，这是上个干旱的地方，死海的这个所在，干那落雨啊袂安呐，啊雨啊少啊，到讲水分拢蒸发到无去，剩落来拢是遐盐分的，所以死海咱讲死海是讲盐分是世界上最高的。人沉不下去，哦！你若去个死海，你就知影，迄大家拢倒伫顶头咧看报纸，你能够想象吗？死海就是安尼吼，迄个浮力就大了。迄个所在就是啊，因为没有办法有这个雨水，所以它的农业就不发达，就是畜牧业。你也当想象，叫做下面叫做羊肠小道。羊肠小道是咧讲迄，咱咧讲足细条路对无？其实我到以色列行，这怎样羊肠小道的情况，迄个山丘的所在呐，伊拢畜牧业，所以就得野外开始去采草。因行出来迄条路就是安尼，你一个丘陵看，这一条起来这样，都是羊走过的地方。原来是羊所走过的那个字，他们就叫羊肠小道的下面来。迄个十字的东南这个地方呢，它只有畜牧业非常的发达，畜牧业发达，因拢爱啉迄个羊奶。所以上帝所赏赐的这个迦南地呢，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大家人拢承认，因这人拢承认，这是12个人都承认，刷落去无赶快的所在，因安怎？这10个人，伊10个人因家己的看法，伊底下讲呐，那我们不可以去了。第31节讲了，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所以绝对不可以去，因为他咱若去安怎，会去互因拍倒去。你若敢去啊？我搁等着第32节讲呐，那地是吞吃居民之地。哇，因就用了哦，用搁无要喊咱，无要甲咱还原咱哦，伊会甲咱拍死哦，会甲咱有，所以咱唔通去。这是因伫迄10个探子所做的，这个原因是安怎？原来是伊的关键，伊的态度问题。因2个人，这10个人甲后壁看咱要讲的2个人，伊看伊拢共款的物件，为什么会讲无共款的理由？因伫迄所在讲安呐，就小给讲，我们就像啊，这句话咱底下无读到哦。第33节内底讲哦，33节讲，
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大的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现在10个探子把自己看成是蚱蜢一样。蚱蜢，我相信我们没有人会形容蚱蜢是这样，是非常有力的。螳螂我们还有可能会讲稍微有吧，但是在螳螂去挡也有挡掐也有，蛮讲不自量力。蚱蜢更是这样呢，那好像蚱蜢随便当热了，随便的挑起赶快。原来是引在12个探子那种很悲观、消极，也没有信心。因所看见看的环境，看的表面呢，他们忘了他们后面有一个神在帮助他们。唔当袂记得，这段圣经在咧讲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未流浪40年的时候，表示讲前面几个月呢，已经经过了上帝行10个神迹，互因出埃及啊，佮经过红海，佮经过无水，100万大军在旷野里面没有水，没有东西吃，上帝一一给因解决这问题。你想看，哪有一个上帝伫你的生活中间已经甲你这样行这么多新者伫你的心中的时阵，然后伊讲我这个队我要宣示互恁，你去看卖呀，倒转来竟然攻击用话，咱唔通去，唔通去，遐人比咱更较勇，去的时候去用抬死哦，迄底下讲因的某囝拢会去用掠去，咱看见就是因的态度安那，因为消极无信心。因看见迄个环境啊，相信这个环境，无相信因背后咧帮衬伊的这个上帝的。这是2个10个探子所讲的，其他还有2个就是耶稣亚甲这个加勒吼，这2个人因讲无共款，记载伫这个30节甲14章第6到第9节。伊遐讲呐，可以，咱会当去，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无毋对，咱所看的拢共款，因这敢足强壮的，哇，因足勇的，因的城墙拢足坚固的，无毋对。但是咱无必要惊，因为咱有一个上界大上帝甲咱做伙啊。我哪拢毋通惊，立刻上去得那地吧。咱马上去，咱一定会当赢伊的，因为耶和华上帝甲咱敌人。咱看见伊的原因是安怎？就是因的态度问题。耶稣呀，甲这个加勒，因的态度问题啊，伊相信因家己遐是伟人没有错，我是巨人，我比伊更较伟大，因为呢，我有一个上帝甲我做伙，所以我的思想是积极乐观，佮大有信心。伊知影伊看见嘛是同款的环境，但是安怎，我毋惊，因为我有上帝，我更较活过上帝。我相信咱伫咱的生命中间，咱常常嘛面对真侪这个问题伫咧。伫你的生活中间，你会遇到真侪困境。咱逐人拢讲，咱的生活中间的是啊，不如意的事情10之8九，10项代志内底8、9项拢无照咱的意思。咱定定遇到一寡困难，遇到一寡挫折，到底是要安怎？而且上帝毋是掌管着咱的世界啊，安奈有这样代志发生伫咱的心中？上帝敢有缘要用这个代志，互你伫迄个所在来失败噶？咱来圣经在中间有足侪应允，上帝甲咱讲：恁所当着的，拢是恁会当负担的。恁若袂当负担安那，上帝加天亏待互你，成做你的瓦壳。所以咱伫顶礼拜时，咱伫主日顶礼拜有讲着亚比斯祷告的这个故事内底，伊的祈祷内底第2句话讲安那：扩张我的境界。开阔我的境界，迄个境界伫原文内底是讲，甲我的领土，甲我的领土安那，我的 territory， 我的 border， 我的 coast， 我甲国中间的这条界线，甲放较大咧，就是讲，互我较，我的影响力较大，互我所拥有更较大点。啊，到底是啥物这个意思？咱嘛经过解释。那是亚比斯的意思，应该是讲愿要甲主做更较大的代志，伊的影响力更较大的咧。所以要啊，上帝的应允伫伊心中。所以咱嘛用迄个来鼓励咱。你有要愿意伫你所感觉你的能力是安尼，你要扩大无？甲上帝祈求讲开阔我的境界，互我会当更较大的释放无？互我会当去为主做更较大的亏待。
为什么安尼讲？你哪咧讲时呢？上帝应允讲，加伫咱成就的，咱拢会当有能力，无伊就加添互咱啊。所以咱若经过我开阔我的境界时呢，表示我要讨更较大的能力伫咧。上帝若答应，伊就互你更较大的气力互你，你就愈较大的这种领受上帝祝福伫你的心中。你会记得咱咧讲着5000、2000、1000的这个萝卜的时阵，因伫遐5000个，佮趁5000倒来，1000个拢甲藏起来无的时阵，上帝甲讲安那，主人甲讲安那，讲你这个贫惰的这个萝卜，甲迄1000个抢起来，摕什么人？摕迄个1万的人，5000个趁5000，迄个1万人，伊讲有的要互伊更较多，无的连你所有的都要甲你讨起来。表示讲，你若讲上帝开阔我的境界时，上帝就加添更较多气来伫你的心中。咱的这个态度会影响到咱，要安怎影响到咱？因为你有信靠上帝啊无。所以咱来看这个，咱的一寡节义来看是，就是讲，你伫这个面对你的生活中间，你需要有一个新的态度来面对伊。咱今日所讲这个新的态度，就是要处理讲人有这种消极。甲真退缩、会惊的这种负面的态度，咱要练习讲，我愿意，我可以，我会当的。咱要来培养咱这个积极的这个态度点。一尼布尔伊讲一句话，这句话非常有名吼。伊讲安那，上帝赏赐我有平静的心，互我会当接受我无办法改的代志，赐我勇气，会当改变我的能力，会当改变的部分。佮赏赐我有智慧。我知倒一项是会当改变，倒一项袂当改变。华务讲啊，求上帝赐给我平静的心，让我接受那些我无法改变的事情，赐给我勇气，改变那些我有能力可以改变的，赐给我智慧，让我知道这两者的差别。你唔知怎样，这差别伫倒？咱绝对有一寡物件，咱无办法改变。亲像你生落来时。你是查甫查某，你生来是排行老几？你生来是倒一个家庭？我想足侪人拢毋茫讲，阮的你的爸母是什么上个好嘅迄个王某某啦，郭某某啦，但是你都毋是啊，这是你没办法改变的部分。咱来恭喜咱的陈牧师师母安尼伫6月15号是礼拜3还是礼拜4？礼拜3哈，已经。上帝已经赏赐伊一个红爷啊，哈，是女孩子哈，因这个囡仔拢总无去做产前来知影讲是男生女生，因无爱知影，里面有惊奇，但是名拢好好啊，查甫啊好查某啊拢好好啊，生来是查某啊，就是叫这个名，查甫就叫这个名，会当改变袂？因两个囡仔，尹杰甲尹琪两个拢又无共款。因此又讲生的是查甫，因杰讲会生查某，这是咱无办法改变的。生下就是生下，上帝所赏赐咱的，拢献上咱的感谢。所以咱只要有一寡代志，咱无办法改变的。你要用平静的心去接受，你要接受上帝发生伫咱事情，你去抱怨无好，你该接受。然后咱只要有一寡代志，咱会上改变的。像是讲呐，你的功课，你的工作表现。你甲人的这个关系，这你会当改善。你讲无啦，无办法，人就是安尼啊，所以我就是安尼，我无办法啦。敢有影是安尼？迄是你会当改变的。所以你要用什么态度？我有勇气，我的勇气会当去改变，我的迄个能力会当改变的代志。伫这两个中间，咱相信有上帝赏赐咱有智慧，会当明白。你唔当甲迄个会改变的，甲讲这我无办法改变。就推责任给上帝，迄个袂当改变，你偏偏就是要去改变，就是咱就失去迄个智慧伫咧。所以这句话真受用伫咧吼。求上帝赏赐咱有平静的心，咱会当去接受，咱袂当改变。赏赐咱有啥？有勇气，会当去改变迄个会当改变的部分。然后赏赐咱有智慧，知影倒一项是会改变。都讲是袂当改变的，所以这时阵要来想看，你不要有新的态度是安尼，因为你有面对的困难，所以底下要问讲，你会使小来想看觅啊？你目前你有遇到什么困难无？学生可能学生的困难，
最近要指考啊，基测已经过啊，指考特别开始有人在考出来以后推甄呢，我还是讲遐，我都要经对一个好像，你有面对足侪困难，这是学生的困难。我相信讲这北部的时候，你工作中间，伊嘛碰到足侪困难，大环境产生困难，有金融风暴伫咧，有这个问题发生伫咧。最近还有这塑化剂、起因剂，逐摆摕到物件就讲这毋知有啊无？你若讲有啊无，大家就知影你要问什么。这问题很大大家拢有碰到这样多问题时，你碰到这困难时，你安怎去面对这？有诶，咱会当改变，有诶，咱无办法改变。求上帝享受咱有智慧，当过迄个你会当有改变的部分，而且你要参照迄个闸门的态度，还是要成为迄个巨人的态度？你要参照另外迄个12个内底迄个10个所讲的，还是参照迄个2个所讲的？假使咱头拄仔一开始引言有讲到，讲咱若是少数要服从多数，这是啥物真理？假使以前12个人投票投票时倒一个较赢，当然是10票较赢。10票的结果就显要不要去迦南？迦南地就不用去迦南地啊。遐个人就好强壮去的时咱一定输的，所以卖去要安怎？伫旷野内底，旷野敢就较好噶而且那是上帝要赏识的。你若是讲用这个角度来看，已经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你的态度错误。所以你讲民主制度内底这种少数多数人，其实你要看你的坚持点是不是有真理跟你同在咱来决定，咱来面对，咱知影咱想出来咱的困难了时，你也来想讲，我是要用闸门的态度，还是我要用巨人的态度来去面对安尼？闸门跟巨人有什么差别？也根本是在于有没有上帝的同在。就是讲你有健康有迄个确信的依靠无？你要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你有上帝甲你做伙伫，上帝你应允伫你的心中，当然你嘛是爱，你就要免惊上帝应允到底是啥？一个人会成功无成功是对伊的态度来决定的。你若是正确的态度的时候，你一定要有真理来甲你做根基你唔能想到大多数人的态度受影响大部分人拢讲常咱定讲群众是盲目的，是安尼，有这样画起来，愈画愈大，结果呢其实是错误的。你家己要有你家己要有你家己的真理伫你心中咱定下咧看圣经要怎样，就是要知影上帝的心意是什么。这就是真理要伫咱的心中，要成在咱的帮助所以伫这所以咱看，咱伫这讲的这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讲上帝疼世间人，将伊的这个独一爱子赏赐予咱降世以后有着咱定时的家咱互咱一个盼望，咱若相信伊，佮接来伊的时阵咱就成做上帝的囝儿，伊就甲咱相相伫咧，直到世界的末了。表示讲，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眼中的宝贝。伊若无甲咱看做宝贝的时，伊要为什么要将伊的爱子赏赐予咱？佮到伫地面上受侮辱，然后受一些受难，最后还被钉十字架。咱若无甲咱看做宝贝，哪有可能是安尼？上帝既然甲咱看做宝贝的时阵一定有任务予咱的无讲恁拢免做代志，我就甲你看做宝贝就好。无，伊在有一个期待伫咱的心中你知影上帝伫你心中的命定是什么？你知影上帝伫你心中的任务是什么无？你知影上帝对你的期待是什么无？上帝已经花这么大的心血在你身上，你还知你是真宝贝。所以你若面对这个时阵，你搁知影上帝伫你生命中间的意义的时阵，你自然有正确的态度伫咧。面对任何事情，你拢有正确的态度，因为你个上帝心意爱符合所以咱定讲，咱的基督徒的迄个价值观是啥？4个字：容神益人。你对上帝要交代的过去，能够荣耀伊的名；你对人要有帮助。所以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讲上帝创造咱要创什么？早时甲咱已经有定好甲咱创造咱要创啥？叫咱行善就是义人。
对别人有帮助。上帝毋通透过你我，咱所接受的人无共款去帮助伊，代替上帝来帮助这个人的咧。你假使若无伫地面上，你无帮助别人，你伫地面上可能有你甲无你，拢总无关系。安尼你伫世界就是白活了。咱讲的这种有益，对别人有益行善时，你无一定爱亲像遐好嘅人最足大咧。你敢对最父母人对囝儿有帮助就是啊。你安怎好好啊培养你的囝儿，对伊就是有真大的帮助啦。你若真做一个学生，你安怎伫你家己读功课的时，你可以当你人友好，你会当对你的同学也有帮助。你会当关心着伊，毋是干那功课那定，毋是干那顾家己那定。咱是基督徒，咱应该知影咱有主堂课。你有发现讲你的同学内底，这人啊定来足忧愁咧，心里非常的不愉快，安尼常常安尼足忧闷咧，是啥物原因？你若去遐关心，别讲我为你祈祷好无？这就是对人有帮助啊，毋是讲你要去做大慈善家。上帝创造咱，就是要叫咱行好事。这是还未创造咱以前就已经预定好的。你若有这种的态度时，你就知影讲我有什么态度。你若安尼时，你知影讲你有上帝通挖过，你佫有通什么通惊的。所以你自然你得让有迄种伟人的信心甲这个态度的。所以伫遮要问咱讲，特别是今仔咱头一摆来，你无一定认捌这个上帝，但是这个是遮尔侪大部分已经伫遮真久，遮个人已经领水的人，因所共同所知影的，这个主耶稣，伊会当讲做咱的帮助。伊是神，伊愿意为着咱的罪，到伫世间为着咱定死的。几啊年前，这个电影中间受难记，就是表示，就讲到这个故事。伊完全无犯罪，但是去用抓到伫这个、迄个啊，比较多头前咧新闻的是因无讲话，因为伊再来本来就是要为世间人来定死，伊承担所有世间人的罪，伫伊心上，伫遐来定十字架。迄出电影搬了的时候，有一个毋是基督徒的。伊伫遐来讲，伊讲我今仔日终于知影，基督徒为什么那么愿意帮助别人？因为看讲，恁所相信的耶稣就是安尼，伊无罪，但是为着要救这世间人，伊甘愿放弃家己的性命，伊甘愿承受所有的受难的，又为了要帮助世间的这些人。啊，恁若认伊做伊的救主的时，当然咱行出来安尼。你有行出来参像安尼啊无？你若无信，你若袂当，阮基督徒本来嘛袂当的啊。但是尾啊，为什么互人感觉会当？因为安那，阮感觉迄个主安那，伊甲阮做三个做伙，他拄啊迄个真理甲咱讲，伊常常甲咱伫咧，所以伊要诚做咱的帮助。咱本身嘛袂使，但是伊帮助咱，所以咱会当直接说来，咱会当宣告讲安那，上帝帮助我，我愿意。上帝帮助我，我可以。毋茫咱伫即个咱的生活中间，咱常常去面对着真侪困难的无毋对。就敢若即个以色列的12个探子去到伫迦南地去看，因12个看拢总共款，毋是讲这2个人看特别无共款，这10个人看的是看歹，无因看拢总共款。但是你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伊？迄10个人讲：哦，不可以，不可以，不愿意，我不愿意去。迄2个人讲：我们可以，我愿意。原因是安那？伊的态度正确，伊知影有一个主甲伊做，伊知影有一个上帝甲伊做伙，所以上帝当帮助伊。毋茫咱面对咱的生活中，咱常常会用讲同款的话：我愿意，我可以。先有可以了的时，你得让讲的是愿意了，你个可以去做这代志。所以我这时邀请咱三个来读这2句话。咱对咱的心内底下来宣告讲，若有上帝伫咱的心中的时，咱得让底下来讲安那？上帝帮助我，我愿意；上帝帮助我，我可以。我唔知道你面对目前你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但是你要知上帝听你，上帝看你做伊眼中的宝贝，上帝要帮助你。
上帝要来帮助你，但是你爱来挖靠着伊。你若唔知影要挖靠，咱就当找咱的朋友，找咱的牧师，找咱的辅导顶念家，伊就当来帮助你。唔茫咱今仔日所伫遐看的，伫生活中间，不管面对着什么事，你爱知有一个主愿意帮助你，你就改变你新的态度来面对伊。咱有一寡问题思考，你来思考这个问题。你有感觉什么代志是你无办法改变的？你愿意平静伫遐来接受这个无？还是你要伫遐所来抱怨伊？你有什么代志是会当改变的？你愿意勇敢去改变伊也无？第三，你愿意用真正确、积极的态度来回应今仔日咱所讲这个信息无？哪呢？毋茫伫你这礼拜中间，你会当去做这项代志来回应。伫你这个咱所讲的信息，拢爱伫你的生命中间发生关系造路用，毋是甲真做一个学问。啊，我知啦。今仔所讲，我知迄10个毋对，迄2个对啦。毋是安尼，安尼对你无帮助。为什么迄2个是对？因为伊的态度正确，伊知影有一个上帝通挖靠。你有即个上帝通挖靠无？伊上帝要互你挖靠，你要挖靠无？还是你敢知影讲，会啦，伊会当互我挖靠，但是你就是无去挖靠。毋茫伫咱的行为中间，伫咱的实际回应中间，会当行出来，安尼时才会当真做咱的帮助。咱看咱的周报中间，咱有夹即张纸伫咧。即个是讲新态度，福气临门内底讲的新态度即个部分。即张要创啥物？即张是要互你提转去，你会当甲你的即个朋友中间还未信的人，甲伊分享。按怎分享？你就提起讲，咱2个做来看。哦，为头开始读起。啊，这个讲影响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最主要关键因素是态度。这态度比能力更重要。安尼谈讲，你可以有愿意啊，你可以啊，来就讲一个这个老鹰跟这个小老鹰的这个故事啊，底下说来到最后你变起来，上后边说在的最结论啊，底下讲的呐，你可以的，上帝创造你，他也是给你够用的能力恩典。你可以，所以你是可以的。你可以想那些让你快乐的事情，不要去想那些让你悲伤的事情。你可以想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不要想别人对你坏的时候。那留下公安呢？我愿意去想我所拥有的，而不是去想我所没有的。你得献上感恩哈。最好说在公安呢，上帝祝福我们公安呢，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上帝祝福你，但每一个愿意依靠他的人，咱当心来祈祷。主必听当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创造阮会当来享受你所创造宇宙，但是伫阮的生命、伫阮的生活中间，阮最人会互动的时，阮会产生真侪阮不如耶稣，因为阮人已经拢败坏啊，阮已经不再是你早时所创造你看最好的迄种模样啊！阮已经受到污染，阮的灵魂受到污染，阮的态度嘛已经无正确啊！所以阮常常去碰到一寡无好，甚至阮毋知要安怎面对的。阮面对阮的困难中间，阮常常用真消极、真负面的态度。但是今仔日，阮透过以色列人早时派12个探子去看迦南地时，迄2位约书亚甲即个加勒因所看去，因所表现出来，因为有上帝互伊做瓦靠，所以伊的态度是正确、是积极、正面的。这是阮要来学习的。阮每一个人参与这12个所看去，拢总是共款，但是10个人所得到的结果是无好，2个人得到的是好的。伊的原因就是因为伊有主通挖靠啊无，伊有上帝成做伊的靠山啊无。阮的面对阮的生活中间，阮常常嘛碰到这困难的，不管阮是做学生的时阵，所面对的是功课甲朋友中间的关系，还是阮已经伫出社会，阮甚至有爸囝的关系，这亲子的关系伫咧。阮也有男女的这种关系，等等这困难伫咧时，阮乃当用正确新的态度去面对时，主你就帮助着阮，你祝福着阮的心情。阮为着今仔日的领受，献上阮满心的感恩甲祈求，祈祷靠着所有名，阿门。